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又帶大家嚟到睇單位咯。今日就去到元朗啦 Yoho Hub 呢一個比較新嘅屋苑，462尺開放式2房嘅單位。屋主咧係兩夫婦，年輕嘅，暫時未有小朋友，所以咧就只係訂做咗家私。客廳啦同埋主人房，細房咧就留俾小朋友。事不宜遲，即刻上去睇下咯。呢個單位咧，其實都有啲特別嘅喎。佢原則咧，大門呢一邊伸延過嚟咧，就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。咁至於隔離呢一邊咧，就可以做一個非常之大嘅儲物櫃啦，足足有20尺咁闊㗎。唔好睇少呢一個櫃啊！不如我哋一齊去探討下咯。玄關嘅位置咧，做咗張cushion凳喎，有舒服嘅位置坐喺度着下鞋，非常之方便又實用。側身咧做咗個全身鏡喎，利用鏡面嘅反射啦，增加咗玄關嘅空間感，又可以整理下自己嘅儀容先至出門口啊，可以話一舉兩得。鞋櫃懸浮嘅位置咧，亦可以嚟放下經常着嘅鞋喎，仲預留咗吸塵機機械人。懸浮嘅位置追平個門板嘅高度，整齊美觀。配合翻玄關嘅結構啦，組合櫃做咗個斜角嘅設計，同牆身一致平衡，望落去美觀又自然啦。而且位置咧都可以盡用，台面咧亦都可以加裝一個揭板啦，收埋啲電線同埋拖板，方便手機插電啦，小電器亦都可以用。原則咧，開放式廚房已經有一張摺合餐台啦，所以咧喺訂製家私嘅時候咧，就唔需要再預留空間俾個餐台啦。鞋櫃中間嘅位置就留空，預留將來咧就要放一個飲水機，同時可以放下小飾物啦，方便收納，又可以增加立體感。利用咗企身嘅飾物櫃啦，嚟分隔翻客飯廳兩個位置，而且咧我刻意將上下留空，加咗燈光效果，更加可以加強咗個分隔感。金邊濾框透過利落嘅線條，配合埋 LED 燈帶，更有精緻嘅展示效果啊！屋主咧有個坐地嘅Dyson風扇喎，所以偷空咗儲物嘅位置咧嚟放個風扇，客廳就更加整齊企理啦。同時亦都可以當作一個特別嘅設計，有豐富嘅造型感啊！TV 矮櫃咧利用咗懸浮嘅效果，帶出輕盈嘅感覺，增加咗空間感啊！電視背板嘅造型亦都相當之特別喎。側身做咗個層架，可以放下小飾物擺設啦，精緻又美觀。再加埋灰鏡條子嘅設計，帶出高貴感，同時又時尚感，配合翻年輕屋主嘅個性。唔同嘅地方分別都做咗一啲弧角，線條更加流暢自然，營造溫暖嘅氣氛。客飯廳咧雖然做咗一組家私啫，利用翻單位嘅優勢啦，配合翻廚房嘅色調同埋紋理，亦都滿足咗屋主嘅需要喎，兩者兼備。客飯廳就差唔多啦，不如我哋入房睇下。眼利嘅大家應該有發覺，張床點解會凸咗出嚟嘅呢？但係又好似冇乜違和感喎，點解呢？因為屋主想放張5尺嘅床啊，但係幅牆又唔夠闊喎。如果成個床架都凸咗出嚟，就唔係幾好睇啦。同埋咧會擋住走廊嘅通道喎，所以諗咗個計仔，只係突出個床板，加埋個燈光效果，望落去係咪唔覺眼又好睇呢？而且側邊做咗個弧角，咁就唔使驚撞親啦。床頭櫃加入咗梯級嘅元素嚟設計，有獨特嘅造型。同時不對稱嘅視覺增加咗個立體效果啊！家私用咗奶茶色配淺灰色啦，兩隻顏色化繁為簡，令空間乾淨利落又舒適，一定可以每晚都有個好夢啊！雖然衣櫃做到上頂啦，但係預留咗空間內藏燈帶，可以締造柔和溫馨嘅光感。有時單位嘅間隔未必滿足到我哋嘅需要，好似呢一個單位嘅主人房咁樣啦。有時諗下計仔，其實
辦法就總比困難多嘅。如果裝修上邊有啲咩疑難或者問題嘅話，歡迎大家 PM 我哋喎，好樂意為大家解答㗎。今日就介紹到差唔多咯喎，Facebook、IG 同埋 YouTube 記住 follow 我哋啦，最新嘅影片隨時會通知到你哋㗎啦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